各位香港朋友，大家好嚇！呢一期咧，我哋會將中山24個區域每一個單獨咁樣拎出嚟，同大家做數據、做分析。究竟邊啲區域咧係適合香港朋友投資同埋養老嘅？邊啲區域係堅決掂都唔可以掂嘅嚇？睇完呢條視頻，保證大家喺中山再都唔會買錯樓嚇。咁我哋廢話就唔多講，我哋先從佢嘅 GDP 數據開始睇。咁中山咧，2024年全年嘅 GDP 咧，大概就4100億左右。咁墊底數據最差嘅咧就係五桂山，五桂山全年嘅 GDP 咧大概就30億左右嚇，全中山最低嘅啦。但係佢嘅地咧係比較大嘅，佔地去到113平方公里嚇，佢地好大，但係佢嘅人咧非常之少，得4.2萬人，全中山最少人嘅地方。佢呢度成個中山嘅綠肺嚇，所以佢呢度環境係比較靚嘅。但係如果要投資，就唔係好建議嚇，因為人口非常少，二手流通性係比較差嘅。咁我哋除咗睇翻佢嘅 GDP 數據之外咧，我哋仲睇翻佢嘅商業配套。我哋做咗一個佢呢邊嘅配套嘅數據表嚇，佢裡面包含咗附近有冇高鐵、有冇地鐵、有冇商場、有冇學校、有冇醫院，全部嘅數據直接一清二楚嚇。咁五桂山咧典型嘅三無區域，嗱，地鐵、高鐵、城軌、學校、醫療，全部都係零。咁喺呢度同大家講翻嚇，高鐵同埋城軌呢樣嘢咧，因為佢出行嘅用到嘅頻率就唔係特別高，所以呢兩樣嘢冇咧，我覺得唔係特別重要嚇。因為你唔會日日坐高鐵噶嘛，唔會日日坐呢個城軌噶嘛。但係咧地鐵咧，因為中山依家喺度起緊地鐵，所以每一個區域咧，如果有地鐵呢樣嘢，肯定係錦上添花嘅。而且未來對呢層樓升值或者保值有好大嘅一個作用嚇。咁呢啲係全部都冇嘅。咁商業部分咧，五桂山有少少商業嚇，但係呢啲全部係小型嘅商業配套，基本上就係啲百貨公司級別嘅嚇，就唔係啲大型嘅商場，連商場佢都係冇嘅。咁除咗五桂山之外咧，倒數第二嘅就係神灣。咁神灣呢個區域咧，同五桂山差唔多數據嚇，又係典型嘅三無區域，地鐵、高鐵、城軌、學校、醫療呢啲都係冇嘅。咁你如果諗住喺神灣呢度要養老咧，咁你就諗清楚，神灣係冇3甲級嘅醫院嘅，醫療條件咧係比較差嘅嚇。但係神灣比較大爭議嘅地方係咩咧？因為好多香港朋友係比較中意神灣嘅。當然啦，主要就可能因為佢呢邊價錢比較平嚇，包括前嗰排有個樓盤推出就係4990，大精裝修，仲送埋車位，呢個價錢咧全中山都係最低嘅。但係你如果接受佢嘅低價，咁你就要接受埋佢呢邊冇呢啲咁嘅配套嚇。而且應該好多香港朋友早期係已經喺神灣有買咗樓㗎啦。咁神灣呢個位置大家可以睇到，佢係同珠海交界。就係呢個位置啊，同珠海係交界嘅，所以早期打出嚟嘅口號咧都係1/4珠海價，5分鐘到珠海，30分鐘到拱北口岸嚇。所以地理位置咧，如果係比較依附呢個港珠澳大橋同埋拱北口岸嘅，覺得我就要嚟嗰邊近啲嘅，但係價錢就係得咁多，咁神灣就見仁見智啦嚇。反正如果係投資嘅角度咧，就唔建議大家揀神灣，因為神灣常住人口非常少嚇，成個神灣常住人口得4.8萬 ，GDP 大概34萬左右嚇，佔地面積咧都唔細，63平方公里嚇，佔地面積咧喺全中山應該排13，應該係中間嘅位置，但係佢嘅人口密度非常之低，而且神灣主要產業咧，農業嗰啲種菠蘿啊。捉啲水產啊，然之後製造業，但係佢呢幾個產業咧，全部都係細型嘅小規模嘅產業。你話成氣候嘅冇，神灣菠蘿一年大概1點幾億嘅產值，然之後水產呢啲又差唔多，一年都係個幾億，旅遊都係差唔多又係個零億，所以佢全年數據30幾億啊，呢個數據咧比較差，所以都唔係好建議大家買下。咁然之後再打上倒數第3個咧，就係大涌鎮。大涌鎮咧主要產業就係紅木家具同埋咧就服裝洗水。咁全年 GDP 咧就52.6億，佔地面積咧就40平方公里嚇，常住人口就11萬左右。人口咧唔係好多，但係佢地方都唔大嚇。咁大涌呢度咧，因為佢主要產業就係紅木家具同
同埋服裝嘅洗水。咁呢啲咧都係污染係比較大嘅，所以大涌嘅空氣質量係比較差嘅。所以香港朋友如果諗住喺呢度養老嘅，唔係好建議嚇。咁然之後，除咗睇翻佢嘅數據之外咧，我哋睇翻佢嘅商業配套。咁大涌附近嘅商業配套係點樣咧？我哋睇到地鐵係冇規劃嘅，高鐵城軌，然之後學校都係冇嘅啊！我哋講嘅學校咧係省一級嘅學校嚇，唔係隔離嗰啲隨便嗰啲學校，省一級嘅學校。咁然之後咧，商場有，都唔係啲大型嘅商場嚇，都係啲小型嘅生活超市為主。咁然之後三甲醫院都係冇嘅，所以佢嘅配套大家都一目了然。倒數第三嗱，同下面兩個基本上係一樣嘅，都係冇嚇，三無區域。所以呢啲地方你話有冇投資價值咧？冇嚇，實話實講。大涌咧大部分都係本地人買為主嚇，基本上都係啲做紅木喺呢度上班啲人買啦。你話外來人口買大涌咧就非常之少。咁然之後再打上就係浮沙鎮，浮沙鎮咧佢嘅配套大家睇翻嗱，地鐵、城軌、高鐵、學校嗱，連呢啲私立嘅比較好啲嘅學校都冇啊，醫院又冇，因為浮沙呢個地方咧，佢就喺中山應該係比較冇啲存在價值嘅，佢個地理位置比較特別啲嚇，地方又細，而且產業咧又冇咩產業。你話神灣大家都知道神灣菠蘿出名，咁浮沙有咩特別嘅產業咧？連我哋呢啲喺中山住咗咁耐嘅人都唔知道。咁浮沙咧，佢全年嘅 GDP 咧就69億嚇，佢佔地面積咧都唔大，35平方公里嚇。比我哋啱先講嘅呢幾個佢嘅佔地面積都仲要細，常住人口咧大概就係8.5萬人左右，佢嘅人口都比較少嚇，而且佔地面積又細，所以佢嘅發展空間係比較細嘅，基本上冇太大嘅發展空間嚇。所以如果要投資或者養老嘅，都唔建議揀浮沙，因為佢嘅配套同埋佢嘅發展空間都好細。咁然之後再上咧就係民眾。民眾咧全年嘅 GDP 咧同浮沙差唔多，70億左右嚇。但係咧佢仲弊家伙，佢嘅佔地面積大家睇睇，125平方公里，比浮沙大咗幾多倍？大家計一計數啦。浮沙先35平方公里嚇，佢典型嘅地又大，產值又低，然之後常住人口咧會比浮沙會多嚇，大概11.8萬左右。常住人口依然係比較少嚇，因為對比佢125平方公里嘅佔地面積嚟講嘅話咧，人口密度都非常之低。咁然之後我哋睇翻佢嘅商業配套嚇，咁民眾咧佢嘅配套都比較差嚇，地鐵、高鐵、城軌、省一級嘅學校、三甲級醫院全部都係零嚇，配套呢啲都比較差。商業部分都係比較差嚇，1+1咧就中山本土嘅一個超市，但係規模咧都唔會好大，因為佢主打唔係啲大型嗰啲咁嘅超市嚇，所以佢商業配套都比較差。咁同大家講翻就係點解我哋會將呢個學校列喺呢度咧？可能好多香港朋友佢對學區佢係完全冇諗過啲小朋友要喺呢度讀書嘅，但係你呢層樓如果後期要交易要轉手咧，呢個學區就非常之重要啦嚇。因為你買你呢層樓嘅人，可能佢就係睇中你呢個學位，所以中山咧學區最好嗰幾個區域嘅樓價咧，依然每一年都係最穩定嘅，所以呢個學區非常重要嚇。同埋就係呢個三甲醫院，三甲醫院咧，中山三甲級嘅醫院其實唔會好多嘅，就得幾間，所以對醫療要求比較高嘅咧，其實就圍住呢幾間三甲醫院去買就係啦嚇，就唔會揀錯。咁邊啲區域係有嘅咧？等陣大家話我啲全部都冇嘅。包括就小欖啦、火炬啦、東區呢啲全部都係有嘅。咁我哋係接住下面講下。咁然之後民眾上面咧就板湖嘅商業配套都比較差嚇。省一級學校呢啲係冇嘅，三甲級醫院呢啲都係冇嘅嚇。商場咧又係1+1呢個咁嘅生活超市，大家可以留意下嚇，你可以睇到嘅。好多區域都有1+1，基本上每個區域都有1+1嘅嚇，但係佢嘅規模唔會好大，就係啲生活小超市嚟嘅啫，滿足啲居民日常買嘢啊，同埋買餸啊係冇問題嘅。但係你話要高級啲嘅消費咧，大型嘅商場係冇嘅嚇。
咁然之後板湖個位置，我哋睇睇。咁板湖嘅 GDP 咧就70億，佔地面積咧差唔多80平方公里嚇，都算係比較大嘅啦。然之後常住人口同啱先嘅民眾差唔多，11.5萬人左右嚇，常住人口都唔係好多，同埋就係佢嘅佔地面積都比較大嚇，而且加上配套比較差，所以如果諗住投資或者養老都唔建議嚇。同埋佢嘅位置咧係中山嘅南部片區，同神灣係交界嘅，咁所以佢嘅配套同神灣其實差唔多，所以如果投資都唔建議考慮板湖呢邊嚇。咁然之後再打上係邊度咧？港口，港口咧全年 GDP 101億嚇，佔地面積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4.6萬，呢個數據咧都算中下水位啦嚇，因為你嘅佔地面積70平方公里都係得14萬人，人口都唔係好多。咁然之後咧，港口喺邊個位置咧？呢個位置，佢嘅中山咧算係比較中間嘅一個位置嚇，但係咧佢嘅配套係點樣咧？我哋睇一睇，佢嘅地理位置咧相對嚟講還算 OK 嘅。咁我哋依家睇翻佢嘅配套啦。港口嘅配套咧會比啱先我哋睇嘅幾個會好啲，因為佢除咗冇地鐵、冇高鐵之外咧，佢係有一間省一級嘅學校嚇，就係呢個港口中心小學啦，得一間嘅情況下咧，你話要滿足咁多人去讀書咧，其實都比較難。但係咧，港口佢有幾間私立嘅學校，其實都 OK 嘅嚇，啲師資都還可以。但係咧，你話啲商業配套咧就一般啦嚇，因為佢仲有個萬民匯，呢度係冇寫嘅。萬民匯咧係比較旺嘅嗰個位置嚇，三甲級醫院依然係冇嘅。所以你話如果係買嚟養老咧，我都唔係好建議嚇。而且你話如果買嚟投資咧，我覺得都一般，因為有更加好嘅選擇嚇。佢呢啲咁嘅配套咧，你話後期嘅升值潛力有幾大咧？都唔會好大。咁然之後再上三角鎮，三角鎮咧同啱先嗰啲都差唔多嚇。地鐵早期係有過規劃嚇，但後尾咧改咗，改去其他地方，所以呢啲仲慘過冇啊！嗱，然之後咧學校一間省一級嘅學校嚇，咁三角咧佢特別就係佢私立咧做得係比較好嘅，呢間迪欣公學啊，呢間公學嗱大家睇睇，中考普高率97.8%嚇。佢嘅升學率同埋佢整體嘅教育水平咧係比較高嘅，但係呢度好貴嚇，一年起碼成10萬一年嘅學費。教育咧都還算 OK， 商業配套咧就一般啦嚇，只可以話一般。我哋知道嘅1+1財智廣場呢啲咁嘅商場咧，規模都唔係好大，但係佢有醫療依然係零嚇。咁三角嘅 GDP 數據咧，其實都 OK 嘅，有100幾億、123億嘅 GDP 數據嚇，因為佢嘅產業咧，生產製造業產量咧 GDP 都還 OK 嚇，佔地面積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8萬，咁整體數據咧都係中下嘅水平嚇，但係因為啱先講佢呢度咧，大部分都係呢啲生產製造業同埋農業。呢啲產業咧就唔係咁高端，都係啲低端嘅產業，所以呢度嘅人口咧都相對會比較密集，而且加上咧佢離廣州比較近啊，所以你廣州好多嗰啲人會住喺三角，所以兩個區域交匯嗰啲咁嘅位置咧，人流都會比較雜啲。嗱，三角喺呢個位置，所以你如果話投資咧，都唔建議揀呢啲咁嘅地方嚇。養老就更加唔使講啦，因為佢呢個配套完全達唔到呢個養老嘅水平。咁再上咧就係沙溪，大家應該都知道㗎啦，因為沙溪咧早期全國咧都係好出名嘅嚇，全年 GDP 咧111億嚇，咁佢嘅佔地面積咧55.7平方公里，佔地面積咧都唔係好大，常住人口咧都有21萬嘅，所以佢人口密度咧相對嚟講都算係比較高㗎啦。因為沙溪早期咧做呢個服裝牛仔，全國都非常出名嘅，好多人都要嚟呢邊攞貨㗎嚇。但係依家就麻麻地啦，你睇廣州嘅13行同埋義烏嗰邊，知名度同埋出品一啲都唔比佢差。沙溪咧就係中山
中間嘅位置嚇，地理位置咧都還 OK。但係沙溪咧，依家基本上冇乜貨揀啊，得3個樓盤嘅啫。加上就係佢呢個產業嘅問題啊，沙溪你做服裝批發，做呢啲產業咧，需要好多嗰啲我哋講嘅基層嘅員工去做呢啲咁嘅工作，所以人口咧都係比較密集嘅。你話養老都唔建議，投資咧都麻麻地嚇，因為佢人口比較低端、比較雜，加上佢嘅商業配套同埋交通都麻麻地嚇。沙溪又冇地鐵，商場咧有一個嚇，然之後省一級嘅學校咧都比較差，所以唔係好建議大家考慮沙溪嚇。咁然之後咧，再上到南區，南區喺中山都係市區嚇。中山嘅市區咧，我哋知道嘅嗱，西區、石岐、東區，然之後南區呢幾個區域咧就中山嘅主城區嚇，喺呢個位置。咁南區咧都係中山嘅主城區，但係咧主城區嘅數據咧喺城區裡面都係比較差㗎嚇。你睇啦，前面呢幾個基本上都係主城區，但係佢就排到咗呢個位置。全年 GDP 115億，然之後49.1平方公里嘅佔地面積嚇，佔地面積咧都唔係好大，但係咧佢嘅人口得10萬人，所以南區嘅人口密度都係比較低嘅。你睇對比沙溪，你可以睇到㗎啦，佔地面積差唔多嘅嗱，沙溪55平方公里，比起49平方公里，爭咗5平方公里左右嚇，但係人口爭咗一半。所以你可以睇到南區嘅人口密度咧係比較低嘅，所以南區嘅二手樓流通率咧都會比較差嚇。但係佢嘅地理位置都 OK 嚇。咁我哋睇翻佢嘅商業配套，南區嘅商業配套咧嗱，地鐵、高鐵、城軌都係冇嘅嚇。省一級學校咧得一間就係祝壽園小學嚇，有唔多嚇。然之後商業配套咧就都還 OK， 天龍百貨啦，然之後大信新都會啦，同埋永安新城啦，呢幾個商場規模同埋體量都還 OK 嘅。三甲級醫院係冇嘅，所以南區咧喺中山嘅市區嚟講咧，佢算係比較差嘅。第一，常住人口少 ，GDP 低啦，係嘛？然之後配套都係中山市區咁多區裡面比較差嘅。你睇三甲級醫院係冇嘅。省一級嘅學校又得一間，所以如果係諗住買樓想買市區嘅咧嚇，首選可以揀下南區。咁再上嘅，咁又係鎮區嚇，我哋睇翻就係橫欄鎮。橫欄鎮嘅 GDP 數據咧係比較高嘅，有差唔多130億嚇，佔地面積76平方公里嚇，常住人口咧都有20萬。呢個數據咧，我覺得係比較平均㗎嚇，佢雖然冇沙溪人口密度咁高，但係都 OK。70幾平方公里嘅地方，有20萬常住人口。橫欄嘅位置咧就係呢度，喺中山嘅西邊嚇。佢呢個位置咧就同古鎮同江門係交界嘅位置，所以佢呢度嘅產業咧主要都係一啲生產製造業、燈飾、五金為主嚇。啲業態咧都係相對比較低端嘅業態，所以人口咧依然係比較雜亂嚇。所以你話買嚟自己住咧，都唔係好建議考慮呢啲咁嘅區域嚇。咁橫欄嘅商業配套咧，我哋可以睇到地鐵冇嘅，省一級嘅學校又係冇嘅，三甲級醫院都係冇嘅。咁有咩咧？1+1，又係1+1嚇。所以呢條片睇完咧，大家應該起碼可以聽到10幾20次1+1，因為中山基本上每個鎮區每個區域都有1+1嚇。咁你睇到配套一般，產業一般，所以你話橫欄呢個地方啱唔啱投資咧？答案係唔啱嚇。你話買嚟養老咧都唔啱。然之後就係黃埔嚇，咁黃埔咧全年 GDP 直接去到147億。都算係中等嘅水平㗎啦嚇，佔地面積8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都係20萬。呢個人口同埋佔地呢個數據咧都算正常嚇。咁黃埔喺邊度咧？喺呢個位置，喺中山嘅一個邊角位嚇。
咁佢呢度主要嘅產業係咩咧？就係、我哋講嘅臘味嚇，然之後都有部分景區，然之後咧仲有啲生產製造業嘅。咁就因為佢同嗰個南頭黐埋啊，都好多嗰啲做小家電嘅，做嗰啲冰箱嘅，都會喺呢度啊，都會喺呢邊。咁但係佢呢度嘅業態咧就麻麻地嚇，所以你話買嚟自己住咧都一般，因為你基本上就係第一食品係嘛臘味，第二就係啲生產製造業啲工廠，所以整體嘅城市面貌同埋環境都一般嚇，所以買嚟住都唔係好建議，因為佢呢度嘅城市面貌環境係一般。咁然之後我哋睇翻佢嘅配套嚇，咁黃埔嘅配套咧就得一間學校。得一間比較出名嘅學校，新地中心小學嚇，咁就得一間省一級嘅學校啫。你話嗰啲咩地鐵啊，三甲級醫院都係冇嘅。咁商業配套咧就只可以話一般啦，因為黃埔呢個地方你做嗰啲食嘅，同埋做啲製造業嘅，佢呢個位置喺中山嚟講算係都比較差嘅位置嚇，都唔係特別建議大家考慮呢啲位置。然之後再上就係西區嚇，西區全年嘅 GDP 165億，好多人就會講啦，市區 GDP 都咁低嘅咩？先得160幾億。我哋繼續睇下，佢嘅佔地面積得25.2平方公里嚇，常住人口約22萬，咁就數據就清晰好多啦。雖然佢嘅 GDP 得165億，但係佢嘅地方好細嚇，得25.2平方公里，佢嘅佔地面積係比較細嘅。有幾細咧？我哋揾翻一個比較大嘅同大家對比一下。南區南區嘅佔地面積係49.1平方公里，差唔多咧係西區嘅1倍。咁人口對比，南區咧常住人口10萬人，西區22.6萬人，所以你可以睇到西區嘅人口密度其實係好高嘅。西區就係呢個位置嚇，佔地面積比較細，就咁大啲嘅啫嚇。所以佢呢度嘅人口密度係比較高嘅 ，GDP 整體個人嚟計下係比較高嘅。咁我哋睇翻西區嘅配套方面，西區嘅配套咧喺中山市區嚟講都算係比較靚嘅嚇。地鐵有規劃，但係幾時落到地，落唔落到地未知嚇。咁然之後有2間省一級嘅學校嚇，我哋啱先睇咗咁多，全部就係得一間省一級嘅。西區咧有2間，西區中心小學同埋煙洲小學都係省一級嘅學校嚇，所以西區咧賣得比較好嘅樓盤，基本上就圍繞住呢2個學校嘅學區去買嘅。咁然之後醫療方面咧西區嘅中醫院就係3甲級嘅醫院嚇，所以佢嘅醫療配套、教育配套同埋整體嘅交通配套咧，喺成個市區嚟講都算係比較 OK 嘅。所以西區咧，如果諗住要投資，可以考慮下西區嚇，因為佢嘅地理位置市中心，第二人口密度又夠高嚇，第三商業、交通、醫療嘅配套都係非常之完善嘅。所以無論係諗住投資或者養老嚇，都可以考慮一下西區嚇。大家重點記一記。然之後咧，西區打上嘅係邊個位置咧？古鎮、又到鎮區嚇。古鎮全年嘅 GDP 咧，比西區仲要高，直接去到176億嚇。佔地面積47.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直接有23萬，人口咧都比較多嚇，直接有20幾萬。佔地面積47.8平方公里。咁古鎮個位置喺邊度咧？古鎮同江門交界嚇，就都係中山嘅一個邊角位。咁古鎮咧，大家應該都知道㗎啦，全球燈飾之都嚇，全球啊，唔係全國嚇。所以佢呢度主要產業就係燈飾同埋五金配件呢啲咁嘅產業為主。早期咧產業係好出名嘅，實力都比較強嚇。但係呢度嘅唔係話佢唔好啊，係因為大家睇下呢個數據，一手依家賣緊嘅樓盤得2個，得2個嚇。所以古鎮咧，你想買啲靚啲嘅位置，冇得揀就得2個樓盤嘅啫。依家賣緊嘅一手樓盤就係得2個嚇。
咁依家補充一點就係啱先我哋講嘅西區，西區咧係有13個嘅一手樓盤，依家喺度賣緊嘅嚇。喺中山嚟講咧，2位數嘅都算係比較多。有邊啲位置係2位數嘅咧？我同大家特別圈一圈嚇。第一，西區13個一手樓盤賣緊，咁然之後坦洲22個，再上呢個係三鄉11個，然之後呢個係翠亨，翠亨咧就包含咗呢個馬鞍島嚇，都有18個，咁然之後再上呢個火炬開發區。我將呢啲2位數嘅全部同大家圈出嚟，單獨同大家講講呢個先嚇。咁呢個咧就涉及到佢呢個一手嘅供應量，同埋佢2手呢個保有量。等陣我會詳細同大家講講嚇。咁西區咧雖然佢有13個一手樓盤喺度賣緊，但係因為佢呢個地理位置同埋佢嘅配套係比較優質嘅嚇，所以13個咧對於市區嚟講其實唔算多嚇。因為你醫療同埋其他都係比較完善嘅情況下，但係其他嗰幾個大家可以重點記一記。等陣我會着重同大家講下，一個係坦洲，仲有一個係火炬。呢2個咧全中山依家一手樓盤數量最多嘅2個區域。等陣我再詳細同大家講下點解要注重一下呢2個區域。咁我哋繼續講翻就係古鎮嚇。咁古鎮嘅商業配套點樣咧？嗱，我哋睇一睇古鎮咧，早期其實係有地鐵規劃㗎嚇，但係依家係未落地，僅限於規劃。咁城軌方面咧係有個古鎮站嘅1級嘅學校有1間，然之後咧醫療咧省1級嘅係冇嘅嚇。咁商業配套咧都比較多，有4、5個大型嘅商場嘅。所以古鎮咧，其實配套咧都還 OK。你話商業配套好，定係我哋講嘅交通配套，其實都還 OK。加上咧，古鎮啲人咧係比較有錢嘅，因為早期做燈飾呢啲人係比較有錢嘅嚇。但係你話要買嚟投資咧，都唔建議，因為我哋做咗成10幾年，基本上係好少成交古鎮嗰啲外來客嘅嚇。基本上咧本地客買嘅比較多，所以你話買嚟投資或者買嚟養老都唔建議。因為古鎮你做燈飾嘅，又係翻到嗰個問題，你外來人口多，你嘅語言溝通嚇，好多一部分都係講普通話嘅，所以佢並唔係咁適合香港人嚇。加上咧，依家古鎮其實就係得2個樓盤喺度賣緊嘅啫，所以你話如果要買古鎮咧，其實都冇咩揀嚇。咁坦洲鎮呢個地方咧，特別同大家標記一下嚇，因為呢個地方比較特別，全年 GDP 176億嚇，佔地面積129平方公里嚇，常住人口38萬，呢個常住人口咧係比較多嘅，但係咧佢嘅佔地面積係比較大嘅嚇，所以坦洲就係你人多嘅地方好多，人少嘅地方好少。多嘅係邊啲地方咧？就我哋講嘅14村啊、1+1呢啲地方，人口密度係非常高嘅，同埋就近南屏交界、近造貝嗰邊啲人係比較多嘅。坦洲點解要同大家特別講咧？大家睇下呢個數據，成個坦洲依家目前賣緊嘅一手樓盤有22個一手嘅樓盤嚇。咁然之後呢個圖咧，我哋點解做呢個圖出嚟？其實主要可能就係因為襯托呢個地方嚇，坦洲。咁我哋睇翻坦洲嘅2手掛盤量有幾多？1萬套。坦洲2手樓嘅掛盤量直接有1萬套嚇，加上嗱1手22個一手樓盤喺度賣緊，所以坦洲嘅樓有幾多？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嚇。2手保有量1萬套，咁第2係邊個咧？啱先同大家講嘅火炬開發區9600套，又差唔多係1萬套嘅市場保有量嚇。呢2個區域大家重點注意一下，一個坦洲，一個火炬嚇。點解重點注意咧？因為火炬我喺上面同大家標記下，火炬依家賣緊嘅一手樓盤有28個嚇。咁2手嘅咧又係成萬套嘅保有量，所以呢2個區域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因為樓太多啦。所以出年咧，我喺呢度預測一下嚇，
降價比較嚴重嘅區域同埋比較樓盤，好大可能就係出現喺火炬同埋坦洲，因為樓太多啦，一手幾十個喺度賣緊嘅，二手成萬套喺度賣緊嘅，所以呢啲咁嘅地方咧，你如果要買，咁你一定要諗清楚下，因為你二手同你競爭嘅成萬套喺度競爭緊，二手流通好難嚇。基本上你想賣高價咧，好難，因為太多啦。咁喺呢啲咁嘅地方咧，如果你要買樓，我哋要認住邊幾點咧？第一，建議下揀啲小型嘅樓盤啊，盡量唔好揀啲庫存咁多嘅樓盤，因為你庫存多，本身成個鎮區庫存量就大，幾十個樓盤。如果你揀嗰個樓盤咧，分幾十期開發嗰啲咁嘅。咁你後期大把人同你喺度比價，我哋講嘅惡性競爭啊！你點比啫？你成個小區幾千套樓喺度賣，你點保證嗰個價錢啊？冇得比，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買咧，唔好買啲太大型嘅小區，即係庫存量太大嘅樓盤，唔建議大家去買嚇，因為你後期二手真係好難搞，好難搞，睇到都驚啊！嗱，全中山二手掛盤量最大嘅區域，坦洲啊同埋火炬。但係坦洲呢個地方咧，成交量都比較大嚇。點解咧？因為佢呢個位置嗱喺中山嘅最南邊，再落去就係珠海，再落去就係珠海嚇。咁珠海呢邊嘅樓價咧，咁南屏香洲大概都要去到3萬蚊左右均價㗎啦。坦洲呢度你1萬蚊左右有交易，所以坦洲咧好多珠海嘅人。喺珠海上班買唔起珠海嘅人咧，會買喺坦洲呢度，所以坦洲嘅交易量係比較大嘅。加上佢呢度近珠海、近港珠澳大橋、近呢個拱北口岸，所以都比較多香港嘅朋友會揀坦洲。但係喺坦洲買樓咧，建議大家一定睇清楚，盡量唔好揀太大型嘅樓盤，同埋就係盡量唔好揀庫存量太大嘅樓盤嚇。庫存量大嘅，盡量都唔好揀，因為你呢啲庫存量咁大型嘅小區啊，你後期嗰啲樓你點賣啊？你嗰啲一手嘅，依家20幾個樓盤喺度賣緊，我哋講嘅就係神仙打交啊！所以呢度呢啲一手同埋二手嘅價錢，我一直都唔睇好，好嘛？咁我哋睇翻坦洲嘅配套嚇，雖然講咗咁多佢唔好嘅嘢。但係好嗰啲我哋都要講翻嚇。坦洲配套學校一間都還 OK，但係咧文化學校都還可以嚇，呢間素質都還 OK。商業配套咧就都還可以啦，有2個比較大型少少嘅超市，但係3甲級醫院係冇嘅嚇。主打咧就係珠海交界，樓價比珠海平。同埋就係針對一啲比較依附於港珠澳大橋或者喺拱北口岸呢2個地方出入嘅客群係比較啱嘅嚇。佢同珠海嘅價差其實真係爭得比較大嘅，但係庫存量都係最大嘅嚇。所以大家如果要諗住喺坦洲買樓，一定睇清楚，唔係話坦洲唔得，而係坦洲得嘅樓好少。咁然之後咧就係東鳳鎮，東鳳鎮咧。GDP 159億，佔地面積咧56平方公里嚇，常住人口咧都 OK， 有19萬左右啦嚇，人口密度咧都還可以嘅。但係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東鳳喺呢個位置，咁我哋將佢簡單區分開嗱，黃埔、南頭，甚至小欖、橫欄、古鎮、大涌、板湖、神灣呢度為止。呢一整大片咧，佢都係中山嘅主要啲生產製造業為主嘅地方。鎮區嚟講嚇，佢唔同坦洲，坦洲嘅生產製造業咧，其實並冇想象中嘅咁多。但係呢幾個區域咧，主要嘅產業咧都係第2產業嚇。我哋講嘅生產製造業，所以佢嘅城市面貌同埋人口嘅密度咧，加上就係佢呢邊嘅人會比較雜，城市面貌都麻麻地。所以如果諗住喺東鳳呢邊買樓投資嘅咧，都唔建議嚇。加上我哋
得翻嚟嘅數據，我哋咁多年嚟嘅成交嚇嗱，橫欄、東鳳、古鎮、小欖、大涌，基本上咧同埋浮沙、三角呢啲咁嘅區域咧，基本上係冇香港朋友成交過嘅。我哋做咗咁多年香港客嚇，基本上冇成交過，所以都唔建議大家去嘗試嚇，因為佢呢邊嘅居住體驗都一般。然之後我哋睇翻佢呢邊嘅配套情況嚇。咁東鳳鎮咧，佢同小欖其實都黐埋嘅，所以整體嘅配套咧，其實都還 OK 嗱。地鐵有規劃，但係未落地嚇。學校省一級嘅有一間，然之後咧私立學校都還 OK 嚇。全中山嗱排第4呢間咁嘅學校啊，私立學校。然之後商業啊，醫療都係冇嘅，所以呢啲位置咧都唔建議大家考慮嚇。然之後就係三鄉咧，全年 GDP 201億，佔地面積93平方公里嚇，佔地都係比較大嘅。常住人口直約32萬，所以佢人口密度咧相當嚟講咧都還 OK 嚇。依家賣緊一手樓盤就11個，咁然之後三鄉嘅位置咧就係呢個位置，同坦洲、神灣交界嚇嘅呢個位置。咁三鄉呢度咧。因為佢早期咧應該係最早有香港人嚟中山買樓嘅，就係三鄉呢個位置。因為三鄉有雅居樂，雅居樂咧佢早期喺香港做咗好多廣告啊，所以如果香港朋友想喺大陸或者喺中山買樓嘅咧，三鄉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因為三鄉你嗰啲飲食啊同埋嗰啲建設啊交通其實都比較傾向於香港朋友嚇。特別我哋去食飯咧，見到好多嗰啲茶餐廳都係啲港式茶餐廳，甚至佢直接就係香港人開嘅。因為香港早期啊，對三鄉呢啲樓盤打廣告打得非常之行，應該冇香港朋友唔知道三鄉呢個地方嘅嚇。咁我哋睇翻三鄉嘅配套，三鄉嘅配套咧，你話係咪特別好咧？其實又唔算，但係基本嘅配套其實完全可以滿足到。嗱，學校特別講一下就係佢呢個三鶯雙語學校啊，呢個三鶯雙語學校咧喺中山嘅私立學校咧係排前3嘅，基本上都係排第1、第2啦。師資條件非常之好嚇，而且你睇到佢嘅私立學校包括呢個華神實驗中學嚇，呢啲師資力量都係非常之強嘅嚇。然之後商業部分，三鄉嘅商業係 OK 嘅，我哋知道嘅信昌百貨、大潤發啊，呢啲都係比較出名嘅，包括佢嘅交通嚇係比較多啲線路往返香港嘅嚇。醫療咧就麻麻地嚇，但係呢個咧我覺得都還 OK 嚇，所以大家如果諗住養老咧，不妨可以考慮下三鄉，因為三鄉嘅樓價都唔會好貴，加上就住嘅香港人係比較多嘅，所以我都比較推薦三鄉嚇。然之後再上就係我哋嘅南投，南投全年 GDP 有203億嚇，比三鄉多少少啦，但係咧佢佔地面積係比較細嘅，得28平方公里。然之後常住人口有18萬，所以南投嘅人口密度咧都係比較高嘅。加上南投我哋知道比較出名嘅包括 TCL 啊，然之後奧馬呢啲大嘅產業全部都係喺南投呢個位置。南投喺邊度咧？喺呢個位置嚇。咁南投咧應該好多香港朋友都比較熟悉嘅啦，因為海雅啊就喺南投，海雅繽紛城嚇，好多香港嘅明星都有喺南投呢度有買樓嘅，基本上就係買海雅呢度。而且海雅呢度佢嘅商業配套咧都比較靚，下面有全中山最大嘅一個商場海雅繽紛城嚇。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我哋再睇翻佢嘅商業配套部分嚇。南投嗱高鐵站，佢呢個高鐵咧直接可以通到西九龍嗰邊，所以好多香港朋友喺呢度買樓咧都係睇住佢呢個城軌啊，直接可以翻到西九龍嗰邊，但係就要喺廣州轉一趟嚇。咁學校省一級嘅學校有，然之後咧南投都有間三鶯學校嚇。所以師資咧都還 OK 嘅，然之後商場咧海雅，然之後金盛隆呢啲商業配套都還 OK。
咁唯一就係醫療因為醫療呢個冇辦法，中山就係得咁多間3甲級醫院，所以你好多地方係冇嘅。所以大家睇對呢個醫療對呢個睇得重唔重要嚇？如果比較重要嘅，可能就都係要睇翻市區。但係咧，南投嘅整體嘅配套都還 OK 嚇，學校城軌，然之後包括商業同埋就係佢嘅居住氛圍都還 OK， 人口密度都還可以但係你話喺中山嚟講係唔係首選咧？就肯定係市區中山嚟講嘅話。咁然之後，終於到我哋前5啦咁排第5嘅就係翠亨新區。翠亨新區咧，佢就包含咗南朗所以佢嘅佔地面積係比較大嘅，直接有218平方公里全中山嚟講，就呢個區域嘅佔地係最大嘅。然之後 GDP 254億，常住人口24.8萬人人口密度咧係比較低嘅，因為佢200幾平方公里先24萬。當然咧，主要咧就係因為馬鞍島又係新區，係咪？南朗咧又係新區，喺邊個位置咧？南朗咧呢個位置，翠亨新區同馬鞍島基本上連埋一齊噶啦。咁呢度咧特別一個數據就係佢呢度一手樓盤依家賣緊有18個，呢個就馬鞍島加埋南朗嘅，所以佢嘅呢個樓盤嘅數量係比較高嘅大家一定要注意下。如果市場有咩波動嘅情況下咧，嗰啲價錢競爭得比較大嘅，第一個反台嘅可能就係呢啲一手樓盤比較多嘅，同埋就係二手掛盤量比較大嘅，呢兩個數據大家注意一下咁南朗係咪就咁差咧？其實又唔係嘅，我哋睇睇翠亨新區。翠亨新區嘅配套同埋佢整體嘅規劃係比較靚嘅地鐵喺馬鞍島，然之後城軌翠亨站又係喺嗰邊。省1級公立嘅學校咧，暫時係冇嘅，南朗冇但係咧喺馬鞍島上面，馬鞍島嘅私立學校咧，呢個教育嘅師資咧係比較優質嘅喺馬鞍島上面。但係依家呢啲學校咧，大部分都喺度建設緊嘅。商業配套，南朗嘅商業配套就一般3甲級嘅醫院都係冇嘅，所以呢啲區域咧都唔建議大家考慮特別係馬鞍島上面，你依家所有嘅商業配套依家係未成熟嘅。你晚黑去到嗰邊咧，四圍都係烏燈黑火嘅。所以你如果真係諗住要買馬鞍島嘅，佢隔離就係深圳係嘛？深圳賣10幾20萬一平方，呢度先萬零蚊，我就要買呢度，都唔緊要你做好心理準備，你買咗呢度，起碼未來10年你要守喺呢個位置，二手流通非常之差咁然之後到第4，又係主城區石岐街道，石岐咧 GDP 係264億，佔地面積先係2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有27萬。呢個咁嘅數據大家一目了然啦地方又細，常住人口又多，產值又高呢啲係典型嘅市中心啦。所以市中心就冇太多嘢好講嘅地理位置又最靚嘅，係咪？咁然之後市中心嘅配套同我哋啱先講嘅咁多區域究竟有咩區別咧？我哋依家帶大家睇睇地鐵依家喺度起緊㗎啦，城軌中山北站，教育佢有2所省1級嘅公立學校呢個楊先譯呢兩間師資條件都非常之好然之後私立學校教育條件都非常 OK， 商業配套更加唔使講啦，大信新都會，然之後華發大潤發、萬象匯，全部都係市區醫療又有，所以咧基本上就滿配啦。我哋可以睇到交通、學教育、商業、醫療基本上係滿配嘅狀態所以呢啲係市中心嘅配套。所以大家如果諗住投資養老，強烈建議大家可以考慮下市中心邊幾個區域咧？石岐、西區，然之後仲有我哋等陣要講嘅區域咁然之後我哋繼續講翻排行第3嘅係邊度咧？
就係我哋嘅東區。東區咧基本上長年都係排喺前面嘅啦，年 GDP 357億嚇，然之後佔地71.4平方公里嚇，常住人口28萬。依家賣緊嘅樓盤有17個，賣緊嘅樓盤咧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多嘅，但係對於市區嚟講都還算 OK， 可以接受嚇。咁睇翻個數據，常住人口咧差唔多30萬，佔地咧係比石岐要大。所以東區咧，佢嘅人口密度咧，其實比石岐係爭好遠嘅，但係佢嘅產值比較高。因為東區主要嘅產業有啲咩咧？我哋講嘅商業辦公，包括啲行政服務，然之後啲娛樂同埋啲商業部分、教育啊、醫療啊。中山比較優質嘅資源，基本上都集中晒喺東區嘅啦。配套基本上可以講係天花板。點解咁樣講？我哋等陣帶大家睇睇嚇。然之後東區點解話佢配套靚咧？帶大家睇睇。地鐵依家喺度起緊，佢有5所省一級嘅學校，仲有私立嘅嚇，仲有1所。然之後商業配套，佢有5、6個大型嘅商場。然之後醫療，博愛醫院又係3甲級嘅醫院，所以你可以睇到啦。東區咧基本上又係滿配嘅存在。東區特別突出嘅就係教育。佢有5所省一級嘅學校，所以好多人點解買東區就係衝住佢呢個學區，衝住佢呢個教育過嚟嘅。我哋俾大家睇睇，連續15年市教育質量1等獎，連續15年嚇。所以大家如果諗住喺中山買樓咧，你買東區絕對唔會錯嚇，絕對唔會輸。因為佢所有嘅配套基本上係全中山天花板嘅存在。然之後究竟邊啲區域會排喺東區前面咧？我哋睇翻其他數據嚇，排喺第2嘅就係我哋嘅火炬開發區。火炬開發區咧全年嘅 GDP 直接去到573億嚇，佔地面積90平方公里嚇，常住人口咧45萬，呢個人口密度咧都比東區要高，佔地咧都比東區要大。理論上嚟講咧，佢嘅發展空間係比較大嘅，因為佢有地，又有人，又有產業，係咪？但係咧有個唔好嘅問題就係，佢依家有28個1手嘅樓盤喺度賣緊。然之後我哋啱先特別講嘅就係佢呢個掛盤量，火炬開發區有差唔多一萬套啊！2手樓喺度賣緊嘅，仲有28個1手嘅樓盤，所以呢啲咁嘅數據好恐怖，全中山排第1。所以你未來如果要打價格戰嘅，要打交嘅，首先就肯定係火炬開發區，因為你實在太多太離譜啦，全中山排第1。所以火炬開發區咧，唔係話唔可以買，而係可以買嘅樓盤會非常非常之少。所以諗住買火炬開發區嘅一定要擘大雙眼睇清楚嚇，因為你咁多樓盤，好大可能係咩咧？你今日買仲係15000嘅，過多2個星期可能直接變到1萬。我同大家舉個例子嚇，前嗰段時間火炬開發區賣得比較好嘅2個樓盤，一個咧就健康花城，早期賣幾錢咧？2字頭，後尾1萬蚊清盤，然之後仲有一個咧就係海欣嗰邊嚇，海欣文頂，海欣文頂咧早期賣到2萬幾，然之後前嗰幾個月清盤7500大裝修，所以你諗下嗰個價錢有幾咁恐怖，好似坐過山車咁樣，2萬、15000，3000、4000，不停咁樣喺度降下，所以個價錢好恐怖，完全冇下限，因為佢太多啦，競爭實在太離譜。但係火炬呢個區域咧，我覺得係 OK 嘅。我帶大家睇睇佢嘅配套方面，火炬嘅配套咧，基本上又可以講係滿配嘅一個區域嚇。嗱，大家睇睇地鐵，佢唔係1個站，佢有成2、3個站嚇。然之後嗱，高鐵起緊，城軌，佢又係有嘅喎，佢有3所省一級嘅學校。嗱，交通、教育、醫療、商業
都係滿配嘅，所以火炬嘅配套咧係好靚嘅。但係咧冇辦法，樓盤太多啦，所以火炬起碼90%嘅樓盤都會有降價嘅風險啊！所以買火炬一定要睇清楚。咁下一期咧，我哋會同大家分析下火炬究竟邊啲樓盤可以買下，我哋再單獨出一期視頻。然之後今日嘅排第一小欖，全年 GDP 直接有586億嚇，但係咧佢佔地面積會比較大，147平方公里。但係咧主要係因為佢同東升合併咗，東升嘅佔地係比較大嘅，所以小欖睇起身佔地面積係比較大嘅嚇。常住人口直接有78萬常住人口，有幾多咧？我哋揾過同大家對比一下嚇，就神灣同埋五桂山啦嚇，呢兩個。咁啊，神灣大概就係4.8萬嘅常住人口，連小欖嘅尾數都唔夠，所以點解唔建議大家買神灣？因為你睇到個數據，你對比下，人哋嗰度差唔多成80萬人，你呢度得5萬人，你後期嗰啲二手點賣啊？所以小欖嘅市場一直都好穩定、好健康嘅，包括佢依家賣緊嘅樓盤就係得6個嘅啫。但係唔係就小欖適合香港人買咧？其實唔係嘅，我哋都唔建議大家買小欖嚇，因為小欖第一佢外來人口太多啦，78萬人，呢度裡面真正小欖嘅本地人可能就係得10零萬嘅啫，所以大部分都係外來嘅人口，所以基本上我哋講啦，第一會比較雜，第二咧啲語言溝通會比較麻煩嚇，第三城市面貌嘅問題又係翻到啱先咁樣，因為你做啲生產製造業，我哋知道嘅中信結油，然之後欖谷、建華管倉呢啲都係生產製造業嘅龍頭企業嚇，所以佢城市面貌咧就一般。小欖呢邊嚇，地理位置同埋配套方面，我哋繼續同大家睇一睇。小欖佢之所以排第一，嗱，我將個屏清一清先。地鐵、高鐵、城軌、學校、私立學校、商業配套、醫療配套，全部都係滿配嘅。嗱，地鐵有規劃嚇，但係依家未起嘅。高鐵開通咗，城軌開通咗，省一級嘅學校直接有3間。然之後私立學校，嗱，呢個谷城學校又係比較出名嘅，商場更加唔使講，小欖直接有6、7個大型嘅商場，三甲醫院2間，中山咁多區域裡面唯一一個區域有2間三甲醫院嘅就係小欖，所以小欖嘅配套係非常之完善嘅。但係咧，對於香港朋友嚟講，我哋依然唔建議大家買呢度嚇，因為佢呢度比較窄。城市面貌又比較差，所以居住起身咧，其實舒適度並唔係咁高嚇。咁然之後咁多區域就講完啦，究竟邊啲區域比較適合香港朋友投資同埋養老咧？我哋喺呢個表格上面做一個簡單嘅篩選嚇。首先就係交通，我哋將中山所有在建或者起緊地鐵嘅區域全部篩選出嚟。然之後咧就係教育，我哋將中山所有2間以上省一級學校嘅區域全部篩選出嚟啦，然之後就係醫療啦，我哋將中山所有呢個3甲級醫院嘅全部篩選出嚟，咁答案就一目了然啦。所有區域裡面只有5個區域係可以滿足呢幾個要求嘅嚇，但係呢幾個區域裡面應該點樣揀呢？第一，我哋啱先講嘅小欖。就唔係好建議香港朋友買呢度啦，因為佢本身呢個城市面貌比較差，因為主要就係生產製造業，加上咧呢度嘅外來人口比較多，會比較雜嚇，語言溝通起身會比較麻煩啲。咁然之後火炬開發區咧，我哋啱先都講咗啦，所有配套非常之完善，交通啊、商業都非常之靚，但係咧有個唔好嘅就係庫存量太大啦，你成20幾個一手樓盤賣緊，仲有成萬套二手樓係未賣嘅。所以火炬開發區咧，起碼80%到90%嘅樓咧係唔可以買嘅，因為庫存量太大啦。只有20%左右嘅樓係可以買嘅，所以火炬開發區一定要睇清楚先買嚇。咁下一期咧，我哋會將火炬開發區同埋其他區域，我哋會整理一啲比較優質、比較推薦嘅樓盤，同大家推薦一下嚇。然之後咧，第3個就係東區。東區嚟講咧，
基本上咧，因為佢樓盤唔多啊，而且配套咧又比較完善，所以大家喺東區買樓咧，相對可以放寬少少。東區整體嘅水平同埋價錢價值係比較 OK 嘅，喺中山絕對係首選啊！東區，所以大家如果資金預算 OK 嘅，建議大家可以考慮下東區同埋邊度咧？石岐區。因為石岐區咧，佢早期我哋知道嘅中山嘅市中心就係石岐區，面積又唔大，常住人口又多，人口密度又高，係嘛？配套咧都非常之完善。但係咧，石岐區咧佢有個唔好嘅就係佢城市面貌會比較老啊，因為老嘅市中心啊嘛。所以依家如果係石岐區咧，比較建議咧就係旗江新城嗰邊嚇，旗江新城片區，因為佢係新嘅片區，樓係新嘅，配套又係新嘅，所以考慮可以留意下旗江新城嚇。咁然之後就係西區，西區呢度咧教育同埋其他配套都係相對比較完善嘅嚇。西區咧咁就建議大家西區嘅彩虹片區啦，係嘛？西區最中心嘅位置啦，就嗰啲位置。咁今日嘅影片咧到呢度就結束啦嚇。咁如果覺得我講得係比較啱嘅，好嘛？大家點個訂閱，轉發俾身邊嘅朋友睇睇，好嘛？避免大家喺中山買樓買錯樓。